你好啊，Jane，我係 ACF 嘅阿 John，歡迎你嚟到 ACF。今日可以點幫到你呢？你好啊，John，我今日過嚟係想訂立我嘅信託嘅，但係我仲有一啲關於信託運作嘅問題，你可唔可以解答我呢？當然可以啦，即管問。我聽人講信託係咪冇得取消㗎？同埋一旦轉咗啲資產入去裡面，我就會失去咗資產嘅控制權，係咪真㗎？去回答你呢個問題，我就先要解釋俾你聽唔同信託嘅種類。喺法律嘅層面上嚟講，係有兩種信託嘅，分別係可撤銷同埋不可撤銷。而喺 ACF，我哋嘅信託係不可撤銷嘅，主要嘅目的係保障受託人嘅退休生活。意思係當信託一旦被訂立，因為所有喺信託入邊嘅資產都唔再係你名下，你作為委託人就唔會有全權去控制呢個信託。但係有好多人都誤解咗，以為委託人會完全失去咗對信託入邊嘅資產嘅控制。但係其實委託人係可以向我哋表達佢對信託運作嘅意願，包括信託資產嘅流動、信託嘅受益人同埋其他信託嘅詳情。但係都要注意返，所有對信託嘅修改都係需要經過 ACF 嘅審核。但係都唔需要擔心，作為受託人，ACF 會以受益人嘅利益為大前提而做決定。基本上有合理嘅原因，大部分嘅要求都會被接受。假設過咗一段時間，你都唔滿意 ACF 嘅服務，希望將信託轉去另一個受託人，甚至希望取消個信託，其實都係可以㗎。一旦經過審核，我哋會安排將信託轉去新嘅受託人。如果需要取消5年內訂立嘅信託，我哋會收取一個行政費用。但係如果喺成立信託後5年去取消，就會豁免咗呢個費用。原來係咁，雖然個信託係唔可以撤銷，但係我都唔會完全失去對信託嘅控制，同埋喺最壞嘅情況下都可以喺訂立信託後5年去取消，而且係冇費用嘅。阿 John，你頭先提到我可以表達我嘅意願，咁其實係點㗎？有冇時間嘅限制，同埋有冇額外嘅收費㗎？其實你係可以透過修改意願書去表達你對信託運作嘅意願。咁喺任何時候都係可以去修改，亦唔會有額外嘅收費。雖然你都可以直接同我哋講你嘅意願，但係去到最後你都需要以書面形式連同你本人嘅簽名去表達你嘅意願，等我哋可以去處理對信託嘅改動。明白。咁你哋訂立信託有冇最低嘅資產要求㗎？同埋有啲咩資產可以放入信託裡面㗎？好問題，我哋冇一個訂立信託嘅最低資產要求。一般嘅流動資產、保險單、公司甚至係房地產都可以轉入去信託入邊。原來保險都可以轉入信託㗎，但係點樣運作㗎？冇錯啊，我哋可以透過更改保險單嘅受益人為信託，例如一份危疾保險，如果咁唔好彩，到時真係病咗，所有嘅保險賠償都會轉入信託入邊，而 ACF 作為受託人就會幫你處理一啲醫療費用同埋住院費用。但係都要留意返一樣嘢，喺一般嘅情況下，ACF 係唔會接受未供完嘅保險單。咁都幾好喎，即係話就算我病咗都唔使擔心冇人幫我找數。咁其實我而家係咪可以淨係將啲保單放入信託先呢？喺有需要嘅時候先再將其他資產轉過嚟。咁我可唔可以叫屋企人將啲錢轉過嚟㗎？冇錯，雖然我哋冇一個訂立信託嘅最低資產要求，但係制定一個計劃都好緊要。我哋嘅團隊都可以協助你去制定呢個計劃。回答返你另一個問題，你都可以喺有需要嘅時候先將更加多嘅資產轉入嚟信託，即使資產本身唔係你名下，亦都可以。除咗受託人服務，其實 ACF 都仲有資產管理同埋健康護理嘅服務計劃，相信都可以幫到你。不如我哋而家深入傾下有關你自己嘅情況，再睇下點樣制定一個度身訂造嘅計劃畀你啊。好啊，唔該晒你啊，John。